来看这条天气冷，爱特别注意哦。在台中五车有一口罩半暝3点传出着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，这消防局赶到现场，甲6个人送病院，另外2个镜头较轻，就甲因家己送病院。也经过这高压氧的治疗，拢无生命危险。消防局初步了解，真有可能是这露台无够通风，驾驶伫咧烧的时阵烧了无完全，产生一氧化碳，而且这窗仔门佫关密密，才会中毒的。 救护车接到报案，赶紧赶到台中5车这间徛街，因为听讲内底有几来人一氧化碳中毒。有1个人拢出现无爽快症状，救护车赶紧请求支援，陆续将6个人送病院急救。另外2个人虽然症状较轻，不过也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状况。刚才经过这个高压氧气治疗了后，拢无生命危险。代志是发生在3月1号早，消防局接报，伫台中5车死6个1个人，也阁有人客总共8个人拢出现想要吐、头壳晕的症状。拢到囝爬起来阵啊，戆戆安尼啦，啊，就叫迄囡仔，囡仔爬起来嘛，大家拢戆戆安尼啦，啊，不要紧叫救护车通去载去安尼，啊，伊迄窗仔门看我关较细芳的款，啊，内底间吼开开，拢走入来那款。哦，因为他们昨天这边没什么风，是，那些废气就滞留在那个空间，啊，就是因为空间滞留，他们人员又没有那么早睡，所以长期在这个环境下。 消防局来到厝内底一个牛，发现一氧化碳浓度真悬，达到110 ppm。8个患者肺内底也拢有一氧化碳反应，猜测是因为阳台缩出去，伊阁装这个滤门桶，热水器就装伫遮，伊阁掉真侪衫裤，造成这个假使烧无完全产生一氧化碳。也来根据消防署统计，今年度到即阵全台总共有4件一氧化碳中毒案例，其中伫新北也造成1人死亡。消防局也来提醒民众，这个平常时就要来提高警觉。 开窗保持通风，然后关闭燃气热水器，避免再产生，保持通风。那人员尽量移动到那个通风的场所。我们这边会建议你说，你安装强制排气的机种，将废气排放到窗外去。 消防局讲，一氧化碳无色无味，所以讲真难发现家己中毒啊。平常时爱加热水器装伫护肝，也是加装这个强制排气的设备。热水器4颗位啊，莫挂物件，莫放物件。开热水器的时阵，窗仔门莫关严严，才法度降低中毒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